仁和单位吴秀杰前贤，爱祥单位严桂花前贤，义兴单位徐鸾前贤，合成单位吴义如前贤，以及信义单位的代表伙伴母亲，我们一同上台来。严老师，你看哦。严妈妈，你看，3个孩子都是当老师，他都会帮忙照顾。由我们神元大家庭的大家长周前仁来带领着我们的妈妈们一同来切这个漂亮的母亲节蛋糕。高前贤，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哦。